今天是2006年1月8号，藏文课是第67次。好，先复习上节课的173页，咱们先读一下。云丹唐包日洛嘎拉，云丹唐包日洛嘎拉，谢辛梅那娘巴尔拉，谢辛梅那娘巴尔拉，开巴拍切日与给尔拉，开巴拍切日与给尔拉，伦别给我诺尔给丘，伦别给我诺尔给丘，鸟马捡给丘我拉，鸟马捡给丘我拉，百军不心哈巴尔芒，百军不心哈尔芒， Q 那人 Q 那人，给报太大呢，给报太大呢，大可内帕桑，大可内帕桑，大马银白帕桑瓦银，大马银白帕桑瓦银，推菜爱伊拉，推菜爱伊拉，爱地米拉银南，爱地米拉银南，云苏银，云苏银，米拉银呐，你马塞那嘎的娘，米拉银呐，你马塞那嘎的娘，改变普木拉改的，改变普木拉改的，普木地鸟sam，普木地鸟sam，云的米产南纪念呐，云的米产南纪念，改不提你，改不提你，改错呢七日马块儿呢，改错呢七日马块儿呢，张宝啦改不改定银血嘛，张宝啦改不改定银血了，越当梅，越当梅，鸡蛋他汤蛋南米蛋，鸡蛋他当蛋南米蛋，羊雀瓦然那西改包，羊雀瓦然那西改包，太冲度亲的买吧，太冲度亲的买吧，太给炸鱼给改包地，太给炸鱼给改包地，血当米血，血当米血，云摘西木儿酒吧，云摘西木儿酒吧，改什么改？改什么改？改变推改节买吧缺呢，改变推改节买吧缺呢，热度嘎古让的，热度嘎古让的，恰在呢，恰在呢，爱娃儿马给我当写吃的，爱娃儿马给我当写吃的，哪儿鸡对不汤，哪儿鸡月吧汤，鱼浪西当，鱼浪西当，重开让穷马昂，中开让中马让，婆婆昂人包强，婆婆昂人包香，狼包强大，人包香大，人包钱那军昂，人包钱那军昂，产婆昂产毛昂，产婆昂产婆昂，来接呗米昂，来接呗米昂，鸡对吧？他们接金诺写买所，鸡绝吧他们接金脑写买所，彭宝尼俺的，说你俺的，苏三错娃昂，苏三错昂，都写三都接当，都写三都接上，南巴写宝，南边写吧，苏三错娃昂，苏三错昂，都写三都接当，都写三都接上，南巴写吧你彭宝，南边写吧你空包，云丹滚作给我单，云丹工作给我单，杨那他们着巴的，杨那他们的罗尔的，多月缺松军米用，多月缺松归米用，杨那多月的杨那多月的，缺现在缺，缺现在缺，杨那缺的杨那缺的，
多괴现内缺 多괴现内缺 提逆多 提逆多 初波提大提错度丢的 初波提大提错度丢的 养了你迷敌穷吗 养了你迷敌穷吗 俺借信度在行上毛西过 俺借信度在行上毛西过 养了你信度迷度经 养了你信度迷途径 先给通度迷容瓦西因白 先给通度迷容瓦西因白 去的嘛翁所娘 去的嘛翁所娘 好，就到这儿了哈。今天咱们再争取来的4页，下边一句咱们先读啊。达伊帕瑞血巴阿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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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是剑，伊是句格，就是那个句格。哎，它因为一可以在点后边单独，所以这整个就是给这个键加一个句格，就是或者它是主语，或者是用它。哎，帕约是对面、对方、对手。血吧是杀死，说用剑杀死对手，用剑杀死对手。然后后边呢后边。它这就本来或者是疑问词，现在咱们正在学选择连词，这就是选择连词，就是说或者是这样，或者是那样。哎，它后边又加了一个阳呢，就是或者，这更是那个有2个配合，更是说或者是这样，或者是那样，这是一个选择，或者用剑杀死对手。然后阳那让你恰巴尔丢。杨那让你恰巴尔丢，杨那或者就是如果再有一种可能性，如果再说一种情况，或者用剑把对方杀死，或者怎么呢？让你，让是自己，你是就是，这是一个强调，就是自己。或者经常译成叫本身，你叫自己本身，自己本体，哎，所以有时候就叫翻成性，哎，自己自性，就是强调就是自己，哎，是个强调语。哎，参逆是这个叫这个性相哈，哎，性相就是前边那个参是相。后边这个逆呢，它的本意是就是那个东西，那就是那个，就是说是它的那个本身，强调就是是它本身，是它本身。这个本身咱们说过，本身就叫本体，对吧？本体就叫本性，哎，自性就叫自体，所以它这个强调就是它自身，就是它自体，也就是不指它之外的东西，就是它的自性。所以这个它呢就被经常译成就是性，就是它本身，不是它之外的东西。它强调的是这个东西。现在呢，它强调的就是你自己，因为它后边这个问题严重，所以它需要强调什么问题严重呢？他说让你干什么呢？恰巴尔，比如是形成或者变成什么变？它是一个这个就是助动词了，在这儿。前边的动词是恰巴尔，恰巴尔是什么呢？就是粉碎、破碎、弄断，就是打断、破碎、打断。咱们前边这个出现了，前边是鸡蛋扔到空中，除了恰巴，哎，还能怎么样呢？就是那个，哎，73页哈，在对。173页的中间，靠右那儿，恰巴尼来显记中，就是你看它这儿也有一个你，就是说除了就是一个摔死，强调除了这个摔碎，没有粉碎破碎，没有别的可能性，就是摔死，
只有摔死，只能是摔死。你看，只能被摔碎，强调这个只就是这个摔碎本身，没有别的可能性了。还能发生什么呢？恰巴。这儿这个恰巴跟它不一样呢，是这个带了一个阿沃是吧？带阿沃是现在时，现在是未来时，不带阿沃是过去时。这个恰巴呢，一个意思就是破碎，是这个断绝，主要就是自己就完蛋了，强调这个意思。或者用剑把对手杀死，或者呢，就是你要破碎你自己，或者就是自杀，或者是我看他后边怎么，他那个周老师这个咱们翻过来啊，他这个翻啊，周老师让在这个要么后边加一个将字儿，将要的将，将来的将，就是剑要么射死对方，要么将自身折断。恰巴的主要意思是破裂，就是裂开、断开、断裂，它主要是这个意思，就是自己粉碎。咱们还看一下这个句子，语法意义就是还是在学这个选择复句，就是说一个疑问词的词尾呢，变成了这个选择词尾，就是或者是这个，或者是那个，它这儿又加了一个阳呢，就是也是或者，这两个配合呢，就是选择，你选择吧，要么杀死对方，要么你自己死。读一遍啊，达意帕日血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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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那让你恰巴儿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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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再来一句，最后一句。开背闲了谢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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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吧之间的这个省略号把它划掉，这个很可笑的，我估计是那么回事，一问周老师就是那么回事。一个颂字，7言的颂字哈，7言4句很整齐的，怎么中间会出现这个省略号呢？很奇怪。我估计了一个理由，这个一问周老师就是他是怎么着呢？在那个藏文的那个叶子上啊，写到这个谢字的时候啊，快到右边了，再写这个八呢，装不下了，他就用省略号的点儿啊填满这个否则的话他就是习惯就是填满填到那个，结果就搬到这儿了。结果那个打字的就给搬到这儿来了。咱们来看意思啊，开背叫智者或者学者，主要是学者的意思啊。学者这是主语了哈，说闲了，那对其他人来说，对其他人，谢吧是解说，是说话的说，他强调解说的意思。或者呢，这个就是说学者呢，或者你对别人解说。当然这个准确的译这个意思啊，你必须把所有的句子都看完，然后呢你才能领会它是在什么情景下主要强调什么意思。在这儿呢就是说学者或者是对别人解说。然后下边啊，杨那席位内属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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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席瓦，席瓦是寂静的，咱们说过席瓦的主要动词主要意思是止息，就是有什么东西平息啊，平息，止息也可以，止息平息，它表达出来的那个目的性的境界就是寂静，这就是主要是取寂静的意思。寂静的内，寂静的住处，寂静的地方，俗在这个地方，主成就完成，它另外一个主要意思就是修行，就是说智者呢，或者呀你去对别人解说，或者呢你在一个寂静的地方啊修行。你看下边啊，
说学者要么去传道，你看他就不一解说了，你对别人解说显然就是传道，要么静修于幽林，要么你就静修。他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作为一个大学者，你的本分呐，就是两件事儿，要不你就去说法，要不你就自个儿好好修，不要搞其他的乱七八糟的事儿。哎，这个目的性很明确，就强调就是说你不要搞那些不属于你学者的应该做的事儿。哎，干干净净。下边呢，为了说明这个道理，这个又举了一个喻。努尔不积住点且当，努尔不积住点且当，努尔不积住点且当，努尔不积住点且当。努尔不是宝贝，积住积是头顶。这个积呢，还有另外一个很普通很这个重要的意思，就是共同。咱们说过那个总相也叫共相跟自相，这个积就是总相共相，总共共同的积。它还有一个意思就是头顶。住也是头顶，经常指那个髻，就是那个头顶的那个高出来的那一块。髻柱合起来还是指头顶，也包括髻，就是髻就包括这个发髻了、头发了，反正就是头顶。点是庄严，咱们用现在的词儿叫装饰，用口大白话叫打扮，且就是做了。说宝贝，要么呢你就去做装饰，做什么装饰呢？装饰头顶，做这个头顶的装饰。宝贝呢，要么你就这个挂在脑袋上啊，装饰头顶。它怎么译呢？叫宝贝，要么做顶饰啊。你看这个前边这个呀，它也可以翻译成这。刚才我理解是把这个点理解成动词哈，就是用它去装饰头顶，这个也可以。他现在这个翻译呢，把这个点用成名词，就是用宝贝做头顶的那个装饰品。你看他做顶饰嘛，这是个名词，他把它做成名词，所以这个不影响意思。反正就是你就明白，就是说拿上宝贝啊，或者你就是戴到头上，亮出来。然后呢，民呐甲缺拎呐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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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呐，如果不是，就是否则，你要是不往头上戴，否则的话，这也是一个选择，要么那个，要么就这样。否则的话怎么办呢？甲缺大海的拎是洲，就是大海上一个岛，大海的岛上在大海的岛上内住，什么意思呢？就是他译的叫要么闲置于海岛。他为什么要说把宝贝放到大海的岛上呢？就是没人去，没人理，意思就是你要么你就保存起来，隐藏起来，要么你就是放到头顶上，不要挂在屁股上，弄成脚上，就是不拿宝贝不当宝贝，就是干宝贝不是真正宝贝应该做的事儿。他用这个喻呢来这个比喻比喻这就是这个学者呀，学者你干正经事儿，要么就对别人说法，要么自个儿就去实修，不要搞那些乌七杂八的别的东西。这个道理说得很好，它也是洒家格言，就是要干就干正经事儿，要不你就不干，不要干那些这个半拉子事儿。他这就是选择连词，读一下吧。开背闲了谢把，开背闲了谢把，开背闲了谢把，开背闲了谢把。阳那席位内属竹，阳那席位内属竹，阳那席位内属竹，阳那席位内属竹。努尔不积住
겐且당 놀부 지주 겐且당 놀부 지주 겐且당 놀부 지주 겐且당 민나 개缺링나 네 민나 개缺링나 네 민나 개缺링나 네 那给它缺阴两面。好，下边学一种新的复句，叫连贯复句。什么叫连贯复句呢？就是一个挨一个，先一个后一个又一个，这个就是说这个动作呀是一个挨一个做的，依次而做，叫连贯起来。咱们也读一下它那个啊。连贯复句分句之间意义上是连贯关系，即几个分句依次说明连续的动作或事件。就是这个事发生了，那个事先发生谁，后发生谁，连续的说，连续的动作和事件。在结构上用表连贯的这个连词有什么呢？咱们看啊，네这是这个以后，它的典型的意思就是以后，네就是什么什么之后，然后下边呢又做了什么。대这是跟那个意义一样。它可以做这个没有意义的停顿，就是没有实质性意义，就是说话是太长了，到这顿一下，逗号或者是顿号。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表以后，就是连贯的，就是先做了这个再做那个。还有一个词是雷，咱们那个它的基本含义呢是从什么？从这个含义就引申出咱们在读句子经常说从这种情况出发。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以这种情况为基础，在这种情况的基础上呢，又发生了其他情况。它呢一当时，实际上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在这个情况下，在这个的同时，在这个发生之后，都可以列当时，然后又发生什么情况。所以它以当时，你跟它的那个基本含义联系起来，你就不会理解错。后边还有一个新鲜的就是八日爬日，这个呢也有以后，咱们一般那个八日爬日是做状语的那个，就是土野地哈，前边这个有一个什么形容词啊，什么或者什么词，这样地后边跟一个动词。现在呢，它也有以后的意思，咱们下边看具体句子的时候，看它什么情况下它会表示以后的意思。拉这个是一个用的很普遍的连词，它呢，这个它就像那个前边那个第二种叫대这三个就是它的一个变种，所以呢，它这个它也可以表示然后，以后。唐的本意是和呢，有时候它就用成什么呢？就是相次的，有次序的，有先后的。就是这个和那个这个，比如这个人在这干了什么事呢？他先干了这个，和又干了那个，和又干了那个。实际上它是一个先后顺序，就是用这儿叫连贯复句。好，咱们来看具体例子啊。第一种说네和这个대用于前一分句动词之后，表与后一分句是连关系。它们前面的动词一般是过去式。前后动词的动作是先后发生的，这是最一般意义上的最常见的。咱们来看啊，미시 파도르네 미시 파도르네迷人喜某一个人，不定指代词，有个人，爬牛，多尔是这个，它的基本含义是撒出去。基本含义是这个散出去，就是也有丢失的意思。基本的含义，你比如说你泼水，一盆水泼出去，这个你驱散东西，基本上就是自己把东西扔出去，或把其他东西给打散了，然后也有丢失的意思。这个地方取它丢失的意思。说有个人丢了牛奶之后，就是完成这个动作之后，丢了之后，用这个过去时表示。有一个人呢把牛丢了之后看他做什么，奶，这就是一般的意义，一般最常用的意义。下边啊，丢了牛他怎么办呢？
下边是缺醒松瓦，缺醒松瓦，缺是找，丢了牛他就找，然后醒是和，他不但找，而且还干什么呢？松瓦走。这个时候呢，你就不能这样来理解了，说这两个呢是这个一边找一边走，当然也可以这么理解哈。实际上这个行啊，它就前边这个呀，或者后边这个，它互相就成了一个那个状语性质的，就是为了找去走，是吧？走的目的是找，它就是前边可以说是一个目的状语，哎，反正就是根据就是理解，就是这个行不能机械的理解成就是两个并列的动作，因为找是在走的当中体现的，所以它并不是说是两个并列的动作，它是为了找它就走，也就是去找。哎，这个像那个周老师讲课的时候，他就说这个呀，他说其实可以在后边加一个雷，他说缺醒松瓦雷，哎，就是在找的当时，在找的情况下发生下边的事儿，哎，在那个瓦后边加个雷，就这个更清楚一些。当然，这个写书的人随便的，就是不加也没问题。哎，就是去找，就是说他丢了牛，然后呢去找，哎，两个动作了，后边哈。国阔的，国阔的，国是脑袋，阔儿是转圈儿，脑袋转圈了，什么意思呢？晕了，迷失方向，就是找光顾着急嘛，找牛到处跑，结果不知道自己那个走到冲南冲北，也不知道走到哪儿了，脑袋转圈就是晕了，就是那个迷失方向了。然后呆这个呆呢，它这标了一下，又是以后的意思。你看，咱们也可以说它是停顿，也可以说它在迷失方向之后，哎，还接着发生动作，这都是一连串的动作。迷失方向怎么样呢？是 cam 呢？就读这个吧 ，cam 呢 ，cam 呢，哎 ，cam 是这个咱们前面出现过，是流浪的意思。它的最基本含义啊，它就是走，是一种无目的的走，就是走，就是那个，就是没有任何目的，就是走啊，所以译成流浪啊 ，cam 就是瞎转悠啊。它下边译的什么呀？你看下边译的叫转悠，那个你也可以译溜达，就是没有目的的那个走啊。信步有点太自信了，他这是扩锅儿，就是迷失方向了，他不知道往哪儿走了，所以他就瞎走，有点茫然不知所从的那个意思。看这个啊，具体到这个句子，实际上你那个如果一般意义可以信步，哎，他这不是信步，他这可没自信了，他这信步是随意，但是他没有那个就是被动的那种，就是他这个是被动的，就是我不知道东南西北了，所以只好瞎走，是正在找机会。就是具体到这个句子里头有这么个含义。他这个这么迷失方向之后，他就乱走呢。当然他还是想找到方向，还是想找到牛了，他乱走。后边啊，确铁儿送哦，确铁儿送哦，确是方面。哎，方面方向，方面呢，它就有铁就是那，然就是在那个方面，在那个，实际上这个方面就成了在那边，就是在那个地方。哎，送走，过去是走到了那个地方，走到了那边。哎，哪边啊？这个就是这故事里头肯定知道，他就现在就转到了那儿。哎，走到了那里，实际上在那里肯定接着要发生事情了，就是那个发生事情的那，走到了那里，就是解释他为什么走到这儿了，这整个一连串的动作。所以这个用了很多呢，本来那个松瓦后边可以加来，他没加，然后那个带，就是这么几个连词，他标出来了一个。
所以连贯连词好看出来，咱们来读一读啊。米西爬多尔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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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缺醒松瓦，切心松瓦，缺醒松瓦，切心松瓦，国库尔德看内，国库尔的看内，国库尔德看内，国库尔的看内，缺忒尔松奥，缺培尔松奥，缺忒尔松奥。缺培尔松奥。下边一句说，改变世上送东西穷的，改变世上送东西送穷的，长了点啊，改变世上送东西穷的，改变世上送东西穷的。改变是国王做主语，世上世是金的了，桑是两，苏木是三，东是千，3000两黄金。它这个是名词在前边，量词、数词都在后边。量词是桑两，数词是3000。3000两黄金倒着来，汉语译的时候倒过来。习不定指代词就是那么3000两黄金啊。穷是这个最基本含义啊，就是使出来，就是把一个东西，也许把它拔出来、提出来、弄出来，反正就是弄出来、使出来。穷就是我前头说错了，是也不是王子，王子使3000两黄金出来，实际上就是他自己拿出来。对，之后把黄金拿出来了，然后干什么呢？看啊，桑东尼取松度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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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桑东1000两，1000两，没有数词呢就是一，1000两呢就是1000两的，拿了3000两，1000两呢不要那个阿 K 勾一是除，是船。咱们说过，一个是四角三角的角，一个是船，这就是船。船的怂，怂是什么呢？是货物、实物，货物、实物，用现代话就叫商品，就是实际东西，实在的是，实物。它强调的就是那个不是用货币表现的，那个是实际的东西，货物，这它的自性就是货物，就是现在叫商品。船的实物，你船的货物就理解到一边去了。船的实物就是说一条船的真的船，一条真正就是能够使用的船，就是指这个，这就是船的实物，就是一条真船。图且就是作为，实际上这是目的性的了。拿出来1000两黄金呢，是做这个船的实物，实际上就是什么呢？就是让它变成船的这个一条实际的船，也就是买一条船，让它把它做成一条船，也许是做一条船，做成一条船的实物。1000两的下边怎么译啊？说1000两作为船资啊，船资的意思也就是或者拿这个钱来造船，或者是买船，反正是船资。1000两，然后呢，桑尼东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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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2000两呢，就是还剩那2000两呢，干什么用呢？下边是拆度绝备有不借度加尔的，拆度绝备有借度加尔的，拆度绝备有不借度加尔的，拆度绝备有借度加尔的，拆度，这实际上也是做形容词用的，他用的这个，因为这个
它是形容那个觉需要是个动词，所以它在这儿他们俩之间的关系，它是做一个状语。需要是动词，什么样的需要呢？差度是急需的、临时的差度，突然有这个需要，临时性的，急需的、临时的，还可以引申出来就是灵活机动的呀，什么那些个，基本含义就是急需的、临时的、突然的，急需的啊，后边也是需要，这就一下都有了。就是说临时的、灵活机动的，其实就是什么那个基本含义就是专门用于后边那个的，用于什么呢？需要的有不借是器具器皿，反正就是看你是干什么的，就是那一堆的用得着的东西。你像这个，你要是说家里头有不借，那就是家具。像这个这儿呢，那就是船上需要的一切东西，看它怎么样。说2000两购置了必须用具，对，就用用具，有不借就是用具，必须的，急需的，就是专门船上需要的用具。读假日的假日，咱们前面说了是那个基本含义是组合配合，就是把东西粘在一块儿，把东西连在一块儿，基本含义这个。然后它发展出来一个含义就是什么呢？就是提供，提供。它的最基本含义是把东西给粘合到一块儿，连接在一块儿，组合在一块儿，配合在一块儿。实际上这儿呢就是提供，提供什么呢？提供船上的用具，2000两用来提供这个船上的用具。然后后边切呢，这个切就是走，它有这个开始走、出发的意思。你看这个呢就不是之后的意思了，这个呢是的时候，出发的时候，切呢，不是说出发之后，是出发的时候。所以这个呢呀，你像这儿它还是这个说理解的是之后，你这就是那个硬抠词不硬抠词了。如果你说出发之后呢，你要说硬抠词说他们准备上船了，这就算出发了吗？出发之后，但是你从一般人理解意义上呢，出发之后是指的他们离开之后，所以这个地方呢还不是之后，就是还是理解成这个出发的时候，所以在理解的时候要灵活。出发的时候怎么样呢？是给包汤军猫拉索吧，给包汤军猫拉索吧，国王和王后等，拉索吧就是等，他们借给给多，一切所有，国王和王后等以所有的人呐，都这个去送行，都去送行。这个是个这个过去时，它的那个现在时是把爬去了加个枕包，给送行。这实际上就是那个王子是单氏王子吧，要到大海去取宝是吧？先头父母不让去，后来他这个说你布施就布施吧，他就把那个库里的东西差不多快布施完了，然后那个后来还是不让去，他就不吃饭，最后父母说好去吧，王子就拿出来3000两金子，坐了船买了东西。下海的那天呢，国王和王后都来送行，单氏太子的故事。所以这个连贯动词呢，这个也好理解，但是呢理解也要灵活，不能这个有时候就是非得以后，不一定，有的是就是指当时的意思。好，咱们读一遍啊。给别山上送东西穷的，给别山上送东西穷的，上东尼去送渡钱，上东尼去送渡钱，
松度全，桑尼东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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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拆度绝白，态度别白，拆度绝白，态度别白，约戒度加尔的，有戒度加尔的，约戒度加尔的，有戒度加尔的，切乃给宝堂君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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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索把他们借给给到，拉索把他们借给给到，拉索把他们借给给到。拉索把他们借给给到。好，再来一句。这个因为语法比较好理解，都是一个接一个，所以主要是把句子意思看明白就行了。下边一句啊，张荣给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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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荣是一个地名，咱们前头出现过，这个两个词我都见过。张是干净，荣是山谷，哎。意义就是干净谷，哎，干净的山谷，但是它是个地名。藏荣这个地方的，然后后边呢又是一个地名，又是个地名。奴就是一个姓氏，一个氏族，这个家族的姓氏。然后后边啊，库隆度群呗，库隆度群呗，库隆度群呗。库也是姓氏，也是藏族某一个地方的一个家族的姓氏。这个咱们是刚才读短了，这个龙就是地方了，哎，龙是地方。这个努库隆这三个词只是一个地方的名，它下边叫什么鲁库隆，那是译音了，哎，就是前两个都是家族姓氏，后边那个是地方，这个地方，结果这就是个地方名，就叫这个。就好像咱们这儿叫李家庄一样，哎，就是以姓氏做地方名。群到达，哎，这是米拉日巴传里头。米拉日巴传就是米拉日巴跟另外一个伙伴，他们俩呢到了这个藏荣的鲁库隆这个地方，哎，这个这好像有点这个。原因句的意思就是我们到了这儿，所以会发生下边的事情。拉玛努琼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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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玛是上师，努琼瓦这是上师的名字。刚才说了，努不是姓，琼就是小少，瓦是没有意义的这个词尾了，它就叫努琼瓦。什么意思？琼瓦就是小，就是小如果把这个奴翻成那个鲁姓的话，就是小鲁，就好像老不识小不识似的，哎，小鲁，这个上师的名字就叫小鲁，哎，就叫努不琼瓦。唐杰的，唐杰的，和谁相见？哎，和这个上师见了面，哎，对。这就是见了面之后，哎，一个动作接一个动作的来。和这个上师见了面之后呢，南部皮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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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部，它下边译的叫普鲁，什么东西呢？就是毛织品，就是用那个牛羊的毛啊织出来的，比如说毯子呀什么，反正就是毛织品。叫普鲁，就叫南部普鲁，普是这个线上这个普鲁，线上普鲁。然后是人，咱们说过是每一个个，他们因为是俩人。所以他们献的是人，就是各献上普鲁，就是每人献了一块普鲁，啊，他这叫一批普鲁，那可能就是跟那个布似的，大概是像毯子一样吧，卷着，哎，一批普鲁。
冉是代表各献了一匹普鲁。然后呢是恰丹塔，恰丹塔，恰是手的敬语，丹呢，它的基本含义是依托，就是依靠，依托。依托呢，这是动词，依靠是动词。名词呢，就变成了所依托的地方，就是叫什么呢？居住地啊。动词也有居住的意思。如果名词呢，就叫根据地、基础，就是所依靠的地方。哎，根据地也是现在词了，就是根据地。还一个意思是什么呢？礼物。你看这个记这个，我觉得昨天想了一下也可以。所依靠的东西，现在社会上办事啊，这个风气不好啊，靠什么呀？就靠礼物。所依靠的东西就是礼物，所以这是咱们为了记单词啊，所依靠的东西就是礼物，所以这个单呐，它是所依靠的东西做一个名词，它也叫礼物。恰，它这个手就没有手的意义了，就是变成一个带有敬语性质的，实际上就变成什么了呢？它叫，你看下边意思叫觐见礼，用咱们的话说就是见面礼，就是单是礼物，恰克就是变成一个就代表说向比较尊重的人献的礼物吧，就是见面礼，见面礼。它这个见面礼前边这个属格关系呢，就是各自献上普鲁的见面礼，就是用普鲁做的见面礼。好，献了普鲁糖，这又是这个糖就是那个什么呀？就是那个以后的意思。献了这个见面礼之后，他就也可以，他这个基本含义是合了，这就是以后的意思了。献了见面礼之后怎么样呢？下边啊，拉梅恰大，拉梅恰大，上师的这个恰又是一个手的敬语了，大的基本含义是标志、记号，标志、记号。标志记号呢，有符号，也有书信的意思。这儿呢，合起来就是手书，就是上师的亲笔信，就是手书，上师的手书，上师的亲笔信。然后后边接着，单躺戒吧屈内，单躺戒吧屈内。啊，我刚才可能说错了，昨天这个备课太紧张啊。屈是线上，那个南不普可能啊是量词，可能是一批，然后呢加上仨句格，用一批普鲁，线上是在最后的，它整个那个就是这个屈啊，这个线上管了两句，管那个躺前边也管，献上一批普鲁，各献上一批普鲁做的见面礼和上师的手书亲笔信，还有什么呢？单躺戒吧，躺戒吧是也可以说是带有这个的，也可以说等，这个单刚才说了是礼物，就是上师也有亲笔信，也有礼物，他们有他们的礼物，他们的见面礼。上师给这个上师呢，就是现在这个上师的手书是他们原来的上师给新的上师的信和礼物，礼物等献上，可能应该这样。那个普我昨天就给忽略了，没注意，应该是那个普鲁的量词，应该是一批，它下边因为有一批。好，献了礼物之后，又一个乃，又之后。献了这个上师，先给他们的见面礼，然后给上师的信和见面和这个礼物，然后呢，태르양 균찬，태르양 균찬，태르这个硬译的话就是在那里又，实际上这就是不译也可以，就是接着来，接着来，他们又做什么呢？균찬是因材料，
参是相，音相。对参啊，咱们在那个唯识理论的还真是叫音相，这个就是那个后来他们译成相分的那个，这就是那个准确的译就是音相。音相是什么呢？就是原因。你看下边译的就是原因，就是原因。然后啊，罗具辛巴日修的，罗具辛巴日修的，罗具，罗是年，具是续，相续，年相续就是一年接一年，什么呢？历史。罗具，一年接一年就是历史，也可以说过程，也可以说情况。你如果是说的比较长了，那就是历史；如果说的比较短了呢，就是情况、过程。下边就译了情况。习巴是详细的，这个意思很那个简单啊，就是详细的。徐是请示汇报，说它基本含义就是说了说，但是它是这个对这个对上级来说啊，对大人来说的啊，徐就是对上司详细的说了原因和情况，就是说了我们为什么要到这儿来，我们来是干什么的，完了就是把这些都介绍了。说完了之后，下边啊，说完了之后呢，后边你看最后一个动词啊，徐还是说完了那个说明了情况之后呢，最后还说了一句，说什么呢？说吐了多半儿修，吐了多半儿修徐，吐是咒术，前面说过，米拉日巴去学咒去了，就是学这个吐，一个是咒术，一个是神力，就是很大的力量，很神奇的力量。这个他这咒术，这个好像字典上译的这个咒术，就是好像不是什么好译的咒术。然后这个吐后边这个吐是新的敬语，是新的敬语。Sam， 平常的人就是 Sam， 这个尊敬的人的心就是吐。拉在心里，多这是咱们说过，要学为师，这是一个中观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常用词，就是挂上、拴上，把一匹马拿绳拴到一个桩子上，挂上拴上，叫起名，挂上一个名，就是这个贾安利都是他。这个，然后咱们看这个词啊，叫挂上，挂到哪儿呢？挂到心上。拴到哪儿？拴到心上，放到心上。把什么放到心上呢？把吐放到心上。后边是求就是请求了。他这个说请这个最后那个徐是说前边这个徐是说出来的，请求把咒术挂在您的心上，挂在您的心里。你们理解一下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来是学这个咒术的哈，请您把这件事儿啊放在心上，就是请您多费心，或者说现在叫拜托您了，意思就是您教我们吧。所以下边直接就译的什么呢？译的是请大发慈悲传给咒术。他这个大发慈悲是从哪儿翻来的呢？应该是从那个吐是新的敬语，吐了这个突戒就是那个慈悲嘛，所以他这就有这个，就是说就可以他就这翻译的比较灵活了，就是请您发慈悲。实际上他这个词的意思是请您把咒术放在您的心里，
就是您记着这事儿，您当回事儿，哎，这个意思。语法就不说了啊，你们自己看他那个横杠上边都是以后啊。咱们来读一遍。藏荣给奴窟窿度群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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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玛努琼瓦。拉玛努琼瓦。拉玛努琼瓦唐杰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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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部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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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恰登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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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美恰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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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堂戒把皮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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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阳均餐罗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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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日虚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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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吐啦多巴日休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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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息啊。